始。天多么蓝，地多么绿，激动的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又迎来了1年1度的皇宫蹴鞠大赛。现在我们有请白队和绿队正式登场。我们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，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，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，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，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，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，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。裁判还没出去呢！别踢了，我不踢了。